再来看到这张罚单，也有这张相片，原来这是有故事。这是高雄一个保护中队姓朱的高级警官，伊的后生嘛咧做警察，结果徛倒摆违规超速，老爸看到后生违规，互人翕落来模样，认为讲这是歹模样，互伊足无欢喜。不离个详细一个甲看，后生后壁加载一个查某囡仔，嘛互伊感觉也好气也好提，就那甲相片和罚单搭伫人面前老话，讲感谢警察局，甲伊讲后生已经大汉载女朋友。另外好朋友看到这个画面，嘛甲伊恭喜，讲今仔日收红单，明仔载就会放红贴啊。测速翕相机啊，翕到原本是限速50公里的路段，不过相片内底这个骑士竟然违规超速，当然是爱罚罚。也那这张红单，当然嘛是照规定寄到车主的手头。看到挂号，又看到是警察局的，就知道是红单来了哦。但是打开看看，驾驶人不是我啦。后来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哦。原来这个超速的是车主的囝，其实这个车主是伫咧保安中队的高阶警官，也那因囝嘛是一个警察。他10月份才刚警专毕业哈，到台北那边去服务啦。姓朱的警官看讲因囝伫咧正前有考调警察的特考，而且伫咧10月方分配到北部一个刑警大队咧服务，做老爸就伫咧顶个月甲家己的倒摆托运上北。通互因囝来做代步的工具，想不到伫咧最近煞收到罚单。头起先拄看到无啥欢喜，不过看到因囝后壁加载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知影讲因囝已经有交女朋友，看落去交地气嘛小气啊，心花颠倒开起来。自己儿子载女生啊，所以觉得说可能是孩子长大了哈，也没想到我们的好友很热烈，还说什么今天红单，明天就红帖哦。这个姓朱的警官。伊事后甲这张罚单和相片甲搭在面册顶悬，还佫留话讲感谢警察局甲我讲，囡仔大汉咯，会晓载女朋友啊。安尼嘛，成真侪好朋友伫咧网络甲恭喜，只是讲做一个警务人员，佫爱搁较守法。即马这个警察老爸嘛爱因囝家己去立罚单，爱学一摆乖，谨记在心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